毋是台语第8集。空虚字典的秘密有发现无？耶，就是第102届讲到下雨就是落雨，看起来阁有秘密的第2集、第3集，你又会去讲到下雨就是落雨无？有发现无？即届形式有参考倒一个频道无？嘛咧做对联啊哦，文化赞助无共款啊哦，歹歹数哦。手破空虚字典，咱一字一字来学习，安尼找出来是啥物款的字？第一句汉字伊汉文，即字毋是读伊哦，伊是中文，毋是台语。即字的文音读有、参有，会晓台语的拢知影。有的鼻音读甲，我甲你，汉字加汉文。即字读敖，一定和马有关系，有人有问题吗？空虚字典有写马骄不顺也，为何你敖到即种程度？敖早安尼你写会出来？中文讲的大家，这是现代中文，古早无人安尼讲，有时讲亲像书法大家，对某敖人的称呼。照日本人的讲法，就是匠人、达人。现代人讲的公公婆婆、大家、大官安尼写。现代中文嘛对咧讲大家、大家好，就讲大家好。台语嘛习惯安尼讲啊，大家或者是讲大家，个是算人数的单位，几个人、3个。个是算物件的单位，一个物件。音调的变化有听出来无？族医有人讲族群无？有啊，教育部和汉语博士安尼讲，这是近代的火星语。即字中文读成滴，台语有3个音。教国释文第1集有讲过，拄或者是底，或者是加。换来看博士级的用字，保留拄闽南，带拄中原，安尼是中文也是台语文，应该写即字字，当伫学台语的字。为福建传来台湾，正经的哦，有人写即字为。正经的哦，有人留言，诞生的知识广度和深度都让人赞叹不已。诞生就回答，有用心的关系。你若拄食饱，建议小休困的，才转来看落去。吐完啊，继续为，咱写即字。台语嘛有人讲油倒位，即字油，有注意无？我捌讲过，若是有变调的音，罗马字就写本调，注音符号的就写变调。即马就是即刻下马，马、狗、虎这几字拢是国语的3声。台语常常读做国语的第4声，也就是象声，平、上、去、入爱安尼读。即字浸、集、啉、切，所以读浸，也就是象声，也就是高降调。变调规则高降出高，所以变调以后是高平调，也就是国语的第1声。即字浸是时也，是时就是现在，所以台语讲的今仔安尼写，马小稍微一下，所以有人读即马。即字会晓读无？读落是低声调，若变调就变做中声调，读做落，落水溪的落。浊音台语就读做落音，读袂出来无要紧，一字一字学。教台语的频道若读袂出来，就爱检讨。台语的8音牵连八卦有咬线无？
大话有够讲无？教台语的声调，这四字安怎读？这四字阁是安怎读？毋简单，天主圣德啊，无，安尼是复合音。既然和平想气入排做伙，就爱读单字音的分调，读做天主圣德。连这四字就乱读，安尼乱教。有人讲有疏忽啦，安尼带风向啦，是咧骗鬼袂食水哦。滚滚滚滚就会晓读啊，为何平想气入乱读呢？应该就是我咧基础台语捌讲过，教台语声调的永远就停伫遮，因为册安尼教尔，伊就看册安尼搁教一遍啊。毋信你搁等100年，看有法度超出这个范围无？滚滚滚，免背啥物7声8调，任何时阵出现任何声调的字，随时拢读会出来倒一调。有需要我教你方法无？若有人超完，以后找机会来做节目，保证你一学就会，变调嘛一学就会哦。袂晓台语的变调，莫讲你咧教台语，无就较安怎教，就是免人教，大家拢会晓的口语上的台语。所以落雨下雨就一直讲啊。继续来学字，即句后壁才有文字。张老师有教过啊，都没在听的，听袂入去。个人的否定词用即字，有文献哦，伊的视频有介绍哦，你认同吗？后壁爱写即字。台语讲的方位是以自心为中心点，头顶、下骹、面前、头前、后壁。人的中心何来壁呢？是毋是道理袂通？一寡秘密，卦是少，有人毋知吗？即个卦，说文解字讲是花夜，花价挖卦，一文讲甲卦同。这伫空虚字典真简单拢查会到的一寡秘密，包括的秘密可能多，可能少，看你乱传的功力，毋是啦，看你捌字的功力。找物件，找字的找，无人讲会赢的汉字朴实写即字，因为呢，错号是另外找的别号。即种道理有人信吗？有哦，新式派的信甲啪啪啪。即字从诗的空虚字典拢有写啊，真好查啊。看笑，安怎解说呢？暗是真爱讲周朝讲闽南语，暗是真爱讲《诗经》是用闽南语。来，空虚字典有帮人找出来，《诗经》为风，看虾笑虾，暗是真爱讲同义字，看笑标准的同义副词。《诗经》小雅搁一句，绰绰有余，同义词看入、复入。空虚字典有啥物秘密？有任何文音、白音的讲法无？无哦，完全无哦。啊，记录的音册是啥物音？只有你闽南语测会出来哟，其他的方言拢袂通哟。即字安怎测出找的音？毋着小教一下？是毋是爱用即本颠倒的空虚字典，才有法度测出来？音测是用完全无关系的两字测出一个新的字，是吗？这是自中古运册就发生的误解，为何呢？等甲骨释文讲互你了解。古今通论即句，从节造书，行立为之文，声句为之义。上尾即句，义
会出声哦。你捌听人安尼讲过无？想要了解较详细无？甲骨释文讲互你知。